我哋喺1至3年級嘅時候已經學過四邊形，你哋仲記唔記得呢？圖1係一個正方形，正方形嘅4條邊嘅長度相等，兩組對邊分別互相平行，4個角都係直角。圖2係一個長方形，長方形嘅兩組對邊嘅長度分別相等，兩組對邊分別互相平行，4個角都係直角。圖3係一個平行四邊形，平行四邊形嘅兩組對邊嘅長度分別相等，兩組對邊分別互相平行，兩組對角分別相等。喺呢個單元裏面，我哋會學習菱形同埋梯形嘅特性。圖4嘅係菱形，菱形4條邊嘅長度相等，兩組對邊分別互相平行。除此之外，菱形嘅兩組對角亦會分別相等。跟住我哋一齊睇下圖5嘅梯形。梯形只有一組對邊互相平行，